个花花角角的青花，不管是对细奶也是细妹的，都唔拉看呢。今日福彩轮，我爱情想探索，就来同大家诊断三台接看到的 NG 行为。有也条真条毛。自以为是。BB， 阿丽姐，你面孔像一丝丝的东西呢？哪个东西啊？有一丝丝的酱。笨蛋秋冻酱诶，还是唔够。蹦唧唧的，按强见小啊！爱端正出来一个啊！有点米克也自以为是了。疑心病。你做哪呀？伢东西扑来扑出来哦。安子生。好喂，你就好些嘞。唔到老阵铁做乜计啊？佢去了行好些咯，又喺本系识得嘿。冇爱同噶。莫上黑白马王子来耶！都大天你弄嘛唔呀，用上上去开门。白马王子，不可让大刀变！来，主播了。情绪勒索。来哟！来啦！條奶奶講你邊條邊個，見天數幾嘅，你走啦！好。唔掂啦，都幾多點嘅？點解杯架都冇做冇啊？係唔啲好做？好聽咩？真係真係強啦！地下技術，咪都不准條條借我。有瑞。真係係黃黃呢啲嗎？錢啊！你睇假女人錢咯！你做乜嘅冇變啊？冇當條街邊嘅行頭重要嘅，我冇了解嘅，你係咪仲愛本書？同埋叫住自己有嘅基礎都係咧。以上嘅镜头唔错到几多张呢？人人一般相处嘅时节，切都要注意以上 NG 行为，希望我开始家，佢人入嘅哦，爱情想探索，下一拜再过见你哦。